伫网络买减肥药啊，内底竟然是验着毒品。中法院今年针对减肥甲纵容产品去抽验，伫网络买31项产品，发现有超过一半拢无合格，有的是验出西药，甚至是验着二级毒品安非他命。伫网站拍关键字，随出现侪减肥的相关产品，有的强调效果好，无副作用；有的阁做成果水的汤啊，成人目。如果有看到那个美白或瘦身的，会比较吸引我，因为他们有时候就会广告说的很有效果这样子，我就会想要点进去看看这样。我会先看一下那个网站的来源，有可能是什么大陆那边的资讯的话，我就不会特别去点开。根据食药署的统计，伫网络违法卖药啊、以减肥药啊、甲纵容药上济。中法院卫生局今年启动监控专案，针对网络咧卖的这2种保健食品，都去检验，发现31项食品内底有16项验出西药的成分，超过一半无合格，甚至伫减肥药啊验出2级毒品，安非他命。减肥药检出了第1名，我们是检出的就是 sibutramine， 这种 sibutramine 成分呢，严重可能会造成咱肝脏衰竭一个风险。阮这边呢，它特别有验出一件是2级毒品，就是咱的安非他命，有可能会产生暴力的行为，佫会成瘾吼。卫生局表示，过去监控违法套滥药的案件大概是3-4成，不过今年数量明显增加，违法的检出率有52%。即便查到违法的案件，会依照药事法甲刑法侦办。卫生局嘛提醒民众，伫网络买保健食品，一定爱甲有食品业者登录的厂商买，才袂去买到假药啊，了钱个伤身体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